主后2023年4月24日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战争是地狱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约书亚记第10章28到43节。上迄日，约书亚公主马基代用刀杀死城内所有人甲因的王，连一个都无留地。伊对待马基代的王，亲像以前对待亚利哥王同款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众人对马基代去攻打lib那。上主将这个城甲伊的王交伫以色列人的手。约书亚用刀杀死迄个王甲城内所有的居民，连一个都无留地。伊对待lib那的王，亲像以前对待亚利哥王同款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众人对lib那去拉结，占领伫城的对面，要攻打这个城。上主将拉结交伫以色列人的手，隔日因攻取这个城，用刀杀死城内所有的居民，像因对待lib那同款。迄时，基色的王荷兰来要援助拉结，约书亚就拍死伊甲伊的人民，连一个都无留地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众人对拉结去伊基伦，伫城的对面占领，要攻打这个城。同迄日，因攻取这个城，用刀杀死城内所有人，亲像因对待拉结同款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众人对伊基伦去攻打希伯伦，因攻取这个城，用刀杀死因的王甲城内的人，连一个都无留地。佮攻取附近的城，消灭因所有的居民，亲像因对待伊基伦同款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众人倒来攻打底璧，因攻取这个城，掠因的王，佮攻取附近的城，用刀杀死城内所有的居民，连一个都无留地。亲像以前对待希伯伦甲lib那同款。安尼，约书亚征服这个地区、山区南边的地、山坡地，以及这个地区的诸王，所有会喘气的，拢消灭，连一个都无留地，拢照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命令。对加利斯巴尼亚到加萨、高山地区以及基遍，拢互约书亚征服。遐王甲因的土地，约书亚伫一边出征，就拢甲因征服，因为上主以色列上帝为以色列交战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众人就倒来结甲的营地。战争是地狱。约书亚记第10章28到43节所记载，犹原是一场暴力不可避讳的。古代以色列人为着消灭敌人的军事突击，也是一种暴力。约书亚征服整个甘地地区，对平地到山区，对东边到西边，对南边到北边，甲城内所有的人拢杀死，无留半个人。经文叙述企图甲暴力和上帝连结做伙，连一个都无留地，拢照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命令。因为上主以色列上帝为以色列交战，甲战争和上帝的旨意联系起来。若是安尼，以色列的上帝互当作是以色列征战的神，甲消灭的行为合理化和直观化。这种的叙述本身有腐败的潜在可能，借着声称有上帝的命令做合理理由，
随上却促成战争和反人道的罪行。希伯来圣经里的一场暴力，引发搁较侪的暴力，总是这并毋是上帝的旨意。伫圣经里找袂到圣战这个词，总是伫约书亚记通看到。上帝帮赞约书亚作战，有时阵阁命令约书亚去灭绝战败的民族。对咱现代人来讲，完全毁灭就是大屠杀，互人震惊。毋过对古代以色列人来讲，任何对着手里夺得献互上帝战利品，拢必须完全毁灭。伫约书亚记第10章的叙述中，可能即个希伯来词一再出现，规个城奉献做着受毁灭的，这是古代以色列常见的代志。总是圣经即个叙述有关古代以色列人的种族中心主义和军事主义，伫现今处境中，却对人产生毒害，应该避免也是禁止发生。约书亚记记载上帝的军事暴力，毋过即个故事无应该互现代人当作剥夺人人权的宗教战争。约书亚记，上帝介入征服应允之地，是出自多年后的作者之一。古代以色列人的上帝是为以色列征战的上帝，毋过若是将焦点放伫约书亚是照以色列上帝命令做即件代志来看，通看见伊对上帝的忠心，遵行上帝的命令。若安尼，即段经文也互今仔日的基督徒重新思考，基督徒的行为该怎样表现出对上帝的忠心呢？自古到今，暴力一直存在，各地有迫害、镇压和消灭的军事行动，这会对环境、对人发动的残暴突击，搁造成老弱妇孺的伤害。战争是地狱，恳求上帝怜悯，甲刀剑铸成犁头。国际间无搁再有战争，也着拒绝任何将暴力合理化的行动。咱伫咧阅读圣经的时，需要非常小心，留意解说。拄亲像厄古斯丁讲的，假使你感觉家己已经明白圣经，或者圣经的任何部分，毋过照着即种理解，你并无建立对上帝和厝边这相同的疼，你就还久无明白圣经。默想，基督徒的行为安怎表现出对上帝的忠心？基督徒的行为安怎表现出对上帝的忠心？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求你互受压制的人得到透放，保护世界每一个角落受到压迫的人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